平安，平安，大家早上好。虽然今天呢，青少系到嘉义半路去宣导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人少，但是我们的热情不减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请各位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在主的带领下，我们要自由的歌唱，自由的分享。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，让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他带我们一起去飞飞飞。阿门。
感谢。